大家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俗语嚟讲，贵人多忘事，这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记忆无好，常常甲代志放袂记哩，这是个较客气的讲法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个就是贵，读高位贵第三条。贵代表讲物件价值真悬，无俗，咱讲物件真贵。另外尊称对方，咱问讲对方是贵姓、贵公司，咱问人几岁，较早讲是贵经。另外，佫有讲一个人或者是一项物件真高级，咱讲高贵贵气；嘉宾咱讲是贵宾；珍贵有价值，咱讲是宝贵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读做贵人，会当讲是尊贵的人，嘛会当讲是互家己袂去拄到灾难的人，咱讲是拄到贵人。第二个词，读做贵松松，嘛有人读做贵三三，代表讲物件足贵的，价值无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迄阵讲阿明伫路里拄到人甲伊推销产品，价值贵三三，伊无买惊歹势，伤贵阁买袂落。该在拄到动物，顺线带伊离开，有影是拄到贵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贵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